立法院进前通过在野党提出的2028年中火袂当搁用土炭的决议，今仔是有来国民党的台中市立委开记者会，要求讲政府得爱依法来行政。也毋过台电进前捌表示过，本地按说2034年底会当来达成，若要提早到2028年咱国内恐惊会欠电。怒火中烧，我们站出来。两个国民党台中市立委排座会伫立法院开记者会，因为进前立法院通过在野党团提出的2018无煤中火决议，啊，毋过台电认为无可行性，互六个南会批评政府无愿意依法行政，继续牺牲中部人的健康。中火在我的选区，台中人不是能源政策的备胎，若未彻底的拆除机组，无法真正落实减煤的目标。能源不应该过度的集中在单一的这个发电来源，更不应该完全集中在台中。这个不只有害健康，而且违反了我们国家安全。南会共同去宣传广告以外，也指控为核三厂治核机都用了后，台电用火力发电来填补核电缺口。台湾有6成烧土炭发电集中伫中部，加做互民众用气发电。不过，民进党台中市立委何心存质疑，六位南会目前拢面临罢免危机，即马坚持中火，敢若是为转移焦点。中国，我们也希望燃气基础今年赶快上产，然后呢可以尽早的无煤化，但是要务实可行，而不是沦为政治的提款机。台电进前指出，中火无煤是既定计划，上班伫2034年底达成。若要提早到2018年，恐惊出现供电缺口，造成全国电力系统袂振袂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